嚇。咁同班就係有三位男神喎，三位咧都係嚟自香港唔同領域嘅成功嘅男士。咁啊，大家可以同大家打下招呼啊。咁第一位咧就係洪 Andy，我同大家打個招呼。第二位咧就係嚟自咦 Tommy。係，大家早晨。第三位咧係由嗰邊去到嘅領域嘅超人真真 Hello，大家早晨。係咁啊！今日嚟自五湖四海。Joanne，唔好意思係打斷下，你嗰邊係咪信號唔好？我而係啊，家聽得窒清唔清楚？下窒下嘅。而家依家好啲，係 OK 啦。嚇，好 OK，唔該晒嚇。咁我哋咧係喺線上咧，我見到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朋友嚇。咁喺我哋可以透過一個網線、一個手提電話或者一個電腦就已經咧點連線連接全球可以透過1分鐘係可以同全球五湖四海嘅朋友咧連接一起。愛健康嘅吸引力就係呢一個工具我哋喺過去，我喺2020年已經係加入愛健康由我評估咗愛健康嘅實力高瞻遠矚，一個好長有一個趨勢嘅定位嘅時候咧，我就二話不說咧，就即刻咧經營愛健康。咁好幸運啦當我經營嘅過程裏面咧，亦得到好多嘅朋友認同同埋信任就係因為咁咧，我哋一齊咧就打天下啦。咁當然好感恩咧，我人生嘅貴人將一個咁好嘅信息咧，第一時間通知我。咁當然佢真係我哋線上嘅千人大將軍 Rex 啦，亦都好感恩啦我哋嘅晨曦同埋菲菲老師亦都係咧記得起我哋兩兄妹，我哋嘅親生兄妹將咁好嘅機會咧帶俾我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裏面啦尤其是第一年嘅時候啦，咁我哋咧真係咧冇人做過愛健康，冇人用過愛健康嘅品牌任何嘅產品，憑乜嘢咧？憑我哋過去人生做人做事做生意嘅經驗去評估呢一間公司所以我哋有信心開拓市場，亦都係得到公司嘅實力同埋全力嘅支持咧。我哋喺一年裏面咧，亦都打下一個好好嘅根基，亦都係一年裏面咧達到咧公司咧一個千人大將軍嘅職級。其實都冇諗過做咩職級嘅，因為我哋係做生意嘅，係做市場嘅，只係唔覺唔覺咁樣咧，就騰騰呱呱撚騰咧，已經係超過1000個咧真實嘅客戶，係嚟自線上全球嘅朋友。所以喺愛健康裏面咧，除咗自己係贏咗健康啦，亦都係咧建立咗一個真正嘅管道收入亦都係咧覺得喺呢度體會咗一樣嘢，因為我自己本身啦，過去咧係做傳統嘅生意，一路都係做貿易嘅，因為好體會到咧工字不出頭。如果我哋人生遇到一個機會嘅時候，真係要俾自己咧去闖一闖。我就抱住一個心態，所以我過去30年裏面咧都做過好多唔同行業嘅生意，但係嚟到愛健康，愛健康係一個革命性嘅行業亦都係呢5年裏面咧，眼見咧好多朋友得到健康啦，改變生活啦亦都係得到自己個財富啦。咁所以喺呢度同傳統嘅生意去比較嘅時候咧，我係體會到一樣嘢咧，係比傳統生意咧更嚟得更大嘅倍增力，包括人物嘅倍增、時間嘅倍增同埋財富嘅倍增。所以喺呢度咧，就希望咧更多嘅朋友可以擁有呢一個財富嘅自由咁今日咧最主要嘅主角咧唔係我，係線上嘅3位嘅特別嘉賓。
今日我真係好榮幸嚇，你睇下線上咧都係三位咧嚟自不同領域嘅成功嘅男士。咁首先咧，第一位要介紹俾大家認識嘅嘉賓咧，就係嚟自飲食界嘅高管嚇，係一個傳奇嘅高管。點解會吸引到佢嚟到愛健康咧？咁等佢自己介紹自己先，等大家認識下佢，好唔好？我就交俾我哋300人幸福獎嘅 Andy，唔該，交俾你。好，OK，唔該晒Joanne，好啊，好，咁同大家線上五湖四海嘅國際嘅今日咁早起身，或者嚟講係夜晚嘅時間咧，同大家打下招呼啊嘛。因為我哋本身係喺香港嘅時間，所以我哋係朝頭早，好嘛？咁首先我介紹下自己先我叫 Andy，亦係有可能叫我做紅狼，好嘛？咁或者我哋今日咧就係粵語嘅環節，所以咧我哋所有嘅4位嘅嘉賓咧都係會同大家講粵語嘅，咁所以咧本身嚟講咧就大家咧可以咧就盡情可以咧全球嘅粵語嘅朋友咧可以邀請更加多嘅朋友上嚟一齊學習啦，好嘛？好，咁我就係介紹，頭先我講啦，我叫 Andy 啦。咁我以前從事開頭先早英講，我以前做飲食業嘅工作。咁但係講喺份工作入邊就做咗10幾年。咁10幾年嘅當中入邊，其實嚟講有一個完全唔認識或者一個默默耕耘。咁但係講係有機會可以晉升機會嗰陣時，我試過喺公司入邊啊。以前因為家族嘅都係教我家族本身咧做開一個傳統嘅生意。咁但係講咁就係去到我呢代咧，已經係生意，已經係唔係輪到係你可以選擇啦。因為呢個嘅出邊外在環境嘅因素咧，所以我出嚟要自己去翻份工作。咁翻份工作嗰陣時都非常之勤力。咁但係我喺而家短時間入邊，我可以試過係你諗下，如果翻份工作嚟講，可以1年入邊可以升2次嘅職位，可以加3次嘅薪水嘅，你覺得算唔算係好好咧？咁其實嚟講係唔係幾好嘅？點解咧？因為嚟講咧，千祈唔好羨慕，因為點解方向不對咧，我努力白費。永遠嚟講咧，即係得個做。坦白講咧，就係加得多啲咁多。坦白講，大家都應該打個工，應該明白。工字不出頭，頭先Joanne都所講出頭做咩？就入土為安嘅嘞喎。咁而家拜拜啦。所以我本身嚟講，十幾年咧，所以我咧就收入咧，坦白講都係叫幾唔錯。但係講可唔可以話叫做可以賺到一個財富咧？就唔可以，因為點解？你個時間係永遠俾人哋揸住喺度。因為點解？翻工我嗰陣時生活就係擘對眼就翻工。坦白講，放工已經係夜晚，漆黑一片啦，已經係夜晚啦。咁所以我成個生活嚟講，差唔多嚟講，我成日見到啲家人咧，自己都見到一個景象咧，非常之神奇啫咩？就全部都瞓緊覺。點解我啲家人永遠都瞓覺嘅咧？因為朝早起身，佢哋又未起身。夜晚翻去放工，佢哋又係瞓緊覺。咁所以講咧，你諗下咁嘅生活，你有咩時間可以使錢咧？坦白講，係你永遠都係冇機會可以使到錢。所以呢種生活再過落去，我做到有機會做到管理層，做到公司嘅叫做培訓部都好啦。你嘅時間都唔留到你控制。所以我好希望有一日咧可以離開咗，我可以時間可以由自己控制。除咗賺到錢之外，點樣去賺到自由咧？可以諗下。咁啱有偶然機會之後咧，喺呢個嘅我同Joanne啦，同佢哥哥Rex 咧，都係嗰陣時或者Tommy 咧，嗰陣時都係嗰陣時喺360認識，係第一間嘅網絡營銷公司，所以我大家都係認識30年又多啊，所以我哋今日呢個同框咧都係非常之有緣，同埋咧就係有紀念價值嘅，係咪大家？所以咧就係非常之開心。咁有機會咧，大家咧就係都諗到冇諗過有一日咧喺呢度可以4個人可以同一個嘅線上嘅可以大家去溝通。咁嗰陣時就係我認識到第一間網絡營銷公司嗰陣時就已經係好用咗幾年時間已經係賺到自己大一桶金啦。咁但係所以我點解會去睇到咧？因為頭先講到啦，時間本身我都唔留到我控制，到我真係認識咗網絡營銷呢個行業嗰陣時，先知道原來嚟講有好多人已經係咩可以賺到錢之餘，賺到自由，賺到時間，同埋嚟講自己可以決定自己想見咩人，做啲咩事。可以每年可以安排去咩旅行，可以做啲乜嘢，所以今日嚟講可以得到真正嘅時間嘅自由。咁但係講好嗰陣時，因為嗰陣時我哋第一間網絡營銷公司有可能係公司嘅問題啦，所以講咧咁時間又過咗好多時間，我就去曾經做過自己嘅傳統生意啦，貿易生意啦，做過飲食生意啦。但係講做傳統生意嘅，其實以前我好清楚，就係投資得就有機會有風險，有風險即係代表有蝕錢。
所以呢啲嘢咧，本身嚟講大家都明白。嗰陣時都係諗緊啊，有咩機會可以重新再接觸翻網營銷或者更加好嘅行業咧，喺度尋尋覓覓。咁終於喺呢個嘅2020年咧，喺呢個嘅啱啱新冠肺炎期間咧，今日收到咧就係我個好朋友嘅電話，就係阿 Joanne 啦，就今日嘅司儀啦，係啦。咁啊，千人大將軍咁啊，同我約我解見面，見面大家都知道。或者我有更加好嘅機會，因為本身我自己本身大家唔知好似我一樣咧，比較積極，覺得人哋揾得你一定係咩有好嘢先通知你，啱嘛？所以千祈唔好拒絕你個朋友嘅邀請，啱嘛？咁所以咧就係邀請，等我知道呢度已經係馬上嘅咩，已經知道佢發展緊一個咁好嘅呢個機會，但係我仲係暫時乜都未有，乜都未知，公司產品各樣嘢都唔係好清楚，唔緊要，係咪去了解？透過個獎金制度睇完之後，哇！真係〜即係唔睇就係由自可，睇完之後嚇一跳。咁坦白講，咁嘅獎金制度咧係未曾見過嘅。我哋做咗呢個行業啊，所以我嗰陣時係即刻馬上登記，馬上佔位置。咁呢個嚟講咧就已經係一定必定要做嘅動作嚟㗎啦。咁嗰陣時後望嚟講，就跟住嚟講喺呢幾年事之間咧睇到咧，真係個可以用互聯網，可以本身嚟講根本嚟講就唔需要見面都可以做咗全球嘅事業咧。嗰陣時我即係第一次感受到啊，人不出戶咧已經可以經營到全球嘅生意。我已經暫時嚟講已經有10個國家係發展緊呢個生意，我個團隊已經係超過。我暫時係300人，好似但我團隊已經超過係過千人嘅，係啦。咁所以我點樣可以做到呢個咁嘅叫做效果咧？咁但係我都好透過咧今日咧呢個嘅我健康呢個咁特別嘅叫做公司嘅背景啦，同埋你講今日咁樣嘅叫做系統嘅。今日大家上到呢個課程咧，就係系統我哋本身嚟講，每星期1至5嘅課程咧，可以大家咧可以喺呢度學習。吸收到更加多成功人嘅經驗，好嘛？咁所以我咧好希望大家咧就係好似我哋一樣，有機會咧就係你都見到你哋，下次同大家分享你嘅成功經驗，好嘛？我將個時間交俾我哋嘅出色嘅 MC， 千人大將軍。OK， 多謝我哋嚟自飲食界嘅人才啊 Andy 啊，人才去到邊度都係發光發亮嘅，但係嚟到愛健康係可以點啊？賺到時間嘅自由。可以自己選擇自己喺邊一度生活，而且咧仲可以選擇同咩人一齊相處。好多謝阿紅郎介紹你自己，等我哋更加深刻認識你。好，咁嚟緊落嚟咧，第2位嘉賓咧，哇！呢個咧個領域又係好權威嘅喎，佢係嚟自咧呢個自然療法嘅境界嘅嚇。咁而家交俾我哋嘅出色嘅嘉賓300人幸福獎 Andy， 由你自己介紹自己，等大家認識你啊！交俾你。大家好，係 Tommy 啊，唔係 Andy。Sorry， OK， 唔緊要，係好開心啊！今日喺呢個場合咧，同3位咧，大家同場啦。咁我哋都識咗超過32年噶啦，呢個係咪？大家都係老朋友。咁咧就講翻我啦，我叫 Tommy， 姓黃嘅，咁本身係香港人，咁亦都係土生土長啦。咁一直咧都係喺香港生活。咁以往咧，除咗係我接觸網絡營銷之外咧，咁其實我都係一個自然療法醫生。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個性格咧係比較容易接受新嘅事物，我比較用開放嘅態度去睇多啲世界上唔同嘅事物。咁所以咧，我一早可能10幾歲啦，咁已經咧係接觸營養產品㗎啦。咁其實可能我自己咧走去藥房咧，自己走去買小麥草食啊，冇人推銷我㗎。我已經係接觸去新嘅嘢㗎啦。咁所以咧，我係對健康呢方面咧都係非常之有興趣同埋重視。咁後期我自己成為一個自然療法醫生之後咧，我就自己開一間診所，亦都希望藉着我嘅專業知識同埋我嘅喜好咧，去幫到更加多人。然而咧喺香港開一間診所咧，即係等於開一間鋪頭啦，係咪？大家都知啦，香港地少人多，租金貴，所以咧亦都係令到一個咧係每一個月咧都係挑戰嘅。咁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自然療法醫生，喺個過程入邊咧，我亦都得到好多滿足感㗎喎。亦都藉着我嘅專業知識咧，幫好多人解決
都市病，譬如糖尿病啊、心腦血管嘅問題啊，或者一啲自體免疫疾病啊，咁呢啲都係一般西醫西藥未必可以徹底解決嘅問題。咁但係頭先我講到啦，咁我每一個月都係面對一啲挑戰啦，咁即係話租金貴啦，同埋開支啦，咁各方面，咁同我最初開診所一啲初心啊，有啲係有啲矛盾啊。咁大家都知啦，我哋專業人士咧，譬如一啲醫生啊、律師啊、會計師啊，甚至乎一啲係用自己嘅知識同埋時間去賺錢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背後一個咩問題啊？都係手停口停啊，唔做唔得啊，咁同埋一樣啦，係嘛？亦都係一個唔自由嘅感覺啊。咁有時咯，以往咧喺診所都自己問自己，咦，係咪自己開間診所自己揾自己笨咧，困住咗咁啊？因為我哋都係人嚟噶嘛，咁其實如果病咗咁點咧？或者我去旅行會點咧？咁其實都係變咗租金又要交啦，咁燈油火蠟又要俾啦，咁但係就個收入亦都係有一個減少啦。咁所以我就諗真係一定要除咗診所之外，一定要多個方向，或者係長遠嚟講一個被動性嘅收入，因為我自己都係有呢個方面嘅觀念嘅。咁亦都好開心喺疫情嘅時候咧，2020嗰時咧，咁亦都我接觸到透過我嘅推薦人啦 Amy 啦，咁將愛健康帶咗俾我。咁其實咧當佢講愛健康嘅旗艦產品創業嘅產品嘅時候咧，其實 NMN 其實我已經知道㗎啦。喺2017年咧，我已經接觸過呢一類嘅產品，當時咧亦都自己有試用過用過。咁所以咧，當一講 NMN 嘅時候咧，我已經知道呢個產品一定幫到好多人改善健康，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產品去發展嘅。咁當然啦，當時我亦都一個半信半疑啦，因為始終都係新公司。透過2個禮拜嘅了解啦，Amy 都好好跟進啦，同埋晨曦菲菲咁樣，亦都將愛健康幫我去分析，同埋我更加去了解嘅時候咧，咁我就全力去發展啦。咁所以我就最重要就我睇到愛健康呢個生意同我以往開診所咧好大分別，同埋一樣最重要乜嘢？我已經係跳出香港嘅範圍以外，咁可以幫到更加多唔同嘅城市所需要嘅病人啦，同埋更加重要就係可以俾到我自己嘅自由，可以行開行埋，更加可以有個長遠嘅被動收入。咁所以我就係睇到愛健康俾到我呢個最重要嘅價值，好嘛？咁將個咪交翻俾阿祖恩啦。好多謝我哋Tommy 老由一個專業人士放下自己個專業跳進呢個組織行銷，原來可以更大嘅空間更大嘅自由亦都可以幫助更多嘅朋友。好，我哋真係好多謝Tommy 有咁一個心，係咪啊？好，跟住落嚟咧，介紹我哋第3位嘅重量級嘅嘉賓，呢個係由我介紹最適合噶啦，因為咧我一出世咧就已經係認識佢噶啦，咁咧就係我親生哥哥，係交俾佢係我好欣賞佢嘅有一個唔係因為係哥哥因為由一個喺銀行界 IT 部嘅高管咁專業高薪厚職嘅鐵飯碗，佢可以跳出呢個框框，係踏進呢個組織行銷，而且咧係好做得好出色嘅。好，咁交俾佢自己介紹自己好嗎？就係我哋千人大將軍 Rex， 唔該你，交俾你。Hello， 大家早晨，多謝Joanne 介紹呢個我哋一出世就見面嘅朋友。好，大家好。咁另外 Andy 你好，Tommy 你好難得我哋同框呢樣嘢，因為值得非常之紀念嘅事情嘅。Andy 講到我哋30年前已經開始認識啦，實在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嚟嘅。估唔到我哋而家可以一齊合作，一齊去共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緣分，亦都係人生難得嘅一份恩典嚟嘅。我覺得係真係非常之好，好感恩可以同一齊再次多謝系統啦，可以被系統邀請嚟去做今日個百樂門嘅分享嘉賓啦。多謝晨曦菲菲佢個帶領講翻我自己咧，頭先做緊度講啦，我自己本身係
喺銀行度做嘅。咁我好耐之前咧，其實30幾年前啦，喺銀行度做啦。咁我記得90幾年嗰時，我嘅人工有12000-13000一個月，我覺得嗰時幾好嘅。咁但係當時接觸到組織行銷嘅時候，發現咦唔係個威力好大喎。但係當年冇一個好好嘅環境去人育個培養，咁啊嗰時就過咗個機會啦。咁啊繼續去打工啦，去咁啊諗我真係好中意電腦咁啊，出嚟去做家用電腦啊，咁啊一部部嘅電腦機，一部好舊式嘅電腦台頭嗰啲機。咁啊我尋日我同我細仔去傾偈，細仔問：誒以前個電腦嘅速度同而家嘅電腦速度相差幾遠啊？咁樣好啦，咁啊對我嚟講頭痛啦，我點去計數好咧？咁我計一計數，我用豆包去做一做。我問下佢：第一代嘅電腦同我而家用緊呢台電腦嘅速度相差幾遠？計一計，哇不得了，原來超過1000萬倍。即係其實整個跨境年代已經相差好遠啦，係嘛？咁我由初頭嘅電腦到而家我哋啲咁快嘅電腦，係一個見證咗成個嘅電腦嘅變化。對於我嚟講，我自己一直都係喺幫企業啊辦公室去做啲電腦系統啊咁樣。咁我係好中意，但係我發現一樣嘢，原來做電腦自己開公司同 Tommy 一樣啦，都係一個壓力嚟嘅。係咪我租個地方，我擺埋好多設施去做呢樣嘢，係咪其實搞自己咧？其實都係喎，其實一個壓力嚟嘅喎。喂，點搞好咧？仲有一樣嘢。我做電腦硬件最大嘅問題係咩嘢咧？我要客人買咗嘢訂貨，去俾30%錢，但係我要送貨俾嗰時，我要100%俾晒錢嘅 vendor，我先至可以攞到貨。呢個資金壓力就越嚟越大啦。啲客人唔係即刻俾錢嘅喎。咁可能佢1個月、3個月期數，咁佢當我生意越大，其實壓力個資金壓力就越大。其實呢個係咪我想做嘅嘢咯？其實我想輕鬆地我做我喜歡嘅嘢去揾到錢嘛。但係最後其實變咗一樣嘢就係，咦？呢個係一個困局嚟嘅喎。第一，電腦系統壓力又大，負嘅責任又高，但係揾嘅錢相對嚟講亦都唔係太高。咁諗下。點我有咩可以轉行？其實我同好多行家都傾嘅，大家好多人都想轉行，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好多人嗌咗10年、20年都冇轉行。我係一個好多人同我傾完偈就，你真係轉行成功喎！其實我都好感恩，我嚟夠好感恩Joanne啦，喺10幾年前重新再帶我入翻組織行銷呢行。當我真正認識呢一行業之後，我知道發現，咦，呢行真係點樣做？點樣去揾錢？點樣去處理每一件細節嘅事情係嘛？所以非常之感恩，我今日能夠正式即係可以轉型成功入去組織行銷，讓我自己有得選擇。點為之有得選擇咧？好似我而家嘅細仔去小學6年班要考試，我可以有時間可以選擇陪住佢一齊去溫書考試。如果我仲係傳統嘅職業嘅話，我真係冇可能。所以好多謝愛健康俾咗一個我人生有選擇嘅機會，可以讓我人生不一樣，好嘛？咁我暫時講到我自己到呢度先，我將個時間交翻俾主持人 Joanne。OK， 多謝阿 Rex 嘅分享嚇。其實我同佢咁熟，我而家先知道咧。佢嗰係一度大家嘅朋友咧，都覺得係 IT。其實咧，佢係 IT 領域嘅生意人啊。佢唔講咧，我哋真係唔知咧，原來做 IT 生意嘅背後咧，個風險同埋承受嘅資金流嘅壓力咁大啊！咁啊，更加認識Rex 咁其實今日咧，難得大家3位男士啦，咁有啲男士嘅角度嘅想請教下你哋嘅，咁咧或者我都想請教下300人幸福獎Andy 係嘛？因為咧你個團隊咧特別多男士嘅喎，因為好多人就話：咦，呢個行業唔係女士做嘅咩？男士都做得㗎，
大家係咪聽啲説話好多啊？但係 Andy 好成功咧，成個團隊咧係男神陣派喎，好嘛？咁啊，交俾阿 Andy 啊，你啊睇下，咦點解男係咪識組織行銷係咪適合男士做嘅咧？又有咩可以吸引男士嚟一齊拍住一齊經營嘅咧？好，交俾你 Andy。好啊，唔該晒啊，總經係。咁呢個問題咧就我團隊都有人問過我嘅，佢話：點解咁多全部朝頭早嘅課程都係大部分都係女士嘅咧？咁啲男士去晒邊咧？啊！啲男士喺晒度，所以今日特登安排到咧3位男士同大家係現身嚇，真係有男性嘅。呢個世界得兩種性別嘅啫嘛，唔係男定係女噶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係冇乜神奇嘅事嘅。當初我哋30年前，我哋大家認識，我哋咁多個都係嗰陣時都係男士，都好多人去經營發展。咁其實男士嘅本身經營發展有咩優勢，有咩好處咧？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實嚟講，好多時點解女性會容易啲去接觸同埋去參與咧？其實大家應該你可能知道就係女士第一，佢顧及家庭啦，顧及自己嘅健康啦，顧及佢自己嘅小朋友嘅健康啦，或者佢想幫補下家庭嘅經濟啦，所以女士開始參與發展係比較容易啲嘅。但係男士嚟講比較難，因為點解咧？佢要花嘅時間理解係去考察嘅時間比較長，因為佢考慮嘅地方咧係可能好多。可能係考慮就好似頭先阿 Rex 咁樣，考慮家庭啦，考慮本身生意嘅環境啦，考慮好多個因素，所以咧點解要擺時間嚟經營呢個生意，或者未睇得通，好似我哋一樣，就係原來可以越做越自由，越做越多時間。其實嚟講又見到話，喂，買下嘢賺幾多錢啊？即係有一次有啲男士都問：哎呀，你做咩生意話？咁一樽產品幾錢啊？1000零蚊，哎呀，1000零蚊賺晒啲1000零蚊啦！即係你賺得幾錢咧？喂，我做生意嘅喎，喂，我係間廠嘅噃，喂，我有好多生意做嘅噃，喂，我做地產嘅喎，我仲有好多嘅叫做其他嘅副嘅生意嘅喎。喂，其實你可能嚟講，表面就咁睇咧，可能好似細生意，但係咧佢睇唔到一樣嘢就係咩？倍增嘅威力同埋呢個咩？一個複製嘅威力。當佢睇到嗰陣時咧，佢先話：哇！原來你呢個生意先至犀利，你呢個生意先勁抽，原來全球性嘅。哇！呢個嘢好恐怖，仲用一個字恐怖，就賺錢賺到恐怖咧。坦白講，只係我哋呢個行業先可以咁形容嘅啫。傳統生意坦白講咧，你真係要冇資金、冇背景、冇人脈，你乜都冇，你冇可能。你真係好恐怖，恐怖咩？執笠啊！坦白講，做呢啲生意嚟講，好多人點解男士會有咁優勢咧？第一，佢嘅分析能力。同埋佢嘅本身，因為女性係比較感性啲，但係男性嚟講分析能力係比較強，同埋男士嚟講本身嚟講係領導能力、管理能力，坦白講咧係比女性更加好。咁所以講咧，佢帶領方面好多時喺呢個行業嚟講，我見到好多喺呢個嘅好多嘅唔同公司都好啦，都多成功嘅男士嘅網營銷嘅領袖出現。所以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嚟講，無論男士女士，其實嚟講，大家都好公平啦。大家都係應該喺呢個嘅個人嘅事業或者係家庭嘅事業咧，揾到一個更加好嘅自己嘅一個嘅地位或者一個定位俾自己，可以全球可以發展，亦可以陪伴到好似阿 Rex 咁樣，可以陪伴到家人，亦可以發展自己嘅個人嘅事業。其實呢個嘢就好多女士都好想，但又好似照顧到家庭。又可以照顧到又可以照顧到夥伴，又可以發展到自己嘅生意，會揾到自己唔係只係家庭主婦，亦唔係只係嚟講只係丈夫嘅其中一個另一半。所以講咧，今日咧，每人都揾到自己嘅崗位，不特止仲可以幫助到全個家族一齊發展先。點樣生意可以除咗男士女士之外，成日有個家族都可以成日發展咧？大家有冇諗過咧？啊，大家兄弟姊妹見到阿Rex 同埋阿 Joanne 就係咩？阿哥同妹妹喺度發展啦，係咪啊？我個團隊入邊咧，仲有啲咩？就係兩夫婦，仲有啲係阿哥哥、細佬、妹妹啊，一個家族一齊去發展添。仲要嚟講係個親家都一齊發展添。你諗下，有咩生意可以嘅家族性生意一齊發展咧？今日咧，只有愛健康，只有網營銷可以做到，好嘛？好希望將個時間交俾阿 Joanne。哇，多謝阿 Andy 嘅分享啊！咁其實喺一個過程裏面咧，真係美好吸引美好，成功帶動成功。因為 Andy 真係好付出好認真去經營佢愛健康嘅事業，甚至協助佢個團隊咧，由小白完全唔懂組織
行銷，係一步一腳印咧帶住佢哋睇通愛健康嘅價值，而且咧跟住阿 Andy 一齊同行，所以喺個過程裡面咧係即係贏咗係好多好多人才嘅認可同行所以佢唔係淨係多男神嘅好多女成功人士咧都一齊同行有機會大家咧可以更加認識佢。咁跟住落嚟咧，我又好想邀請我哋另外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因為嘉賓咧真係我都好好奇咁阿 Tommy， 你係一個自然療法醫師，我係又睇住你唔係呢個行業嘅人，跳進到去做自然療法，你背後其實你都要付出好大嘅努力啦，又考牌啦，又開自己嘅診所啦，真係已經唔簡單噶啦。但係你竟然可以放棄呢一個好多人夢寐以求嘅生意個項目，你可以放棄轉型跳入愛健康呢一個全球嘅事業，其實有咩吸引你？你睇到愛健康有咩價值呢？可唔可以分享俾我哋線上嘅朋友交俾你。好啊，做人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價值就大啦，非常之大。好啦，咁其實咧，我睇到愛健康咧係幫咗好多人解決兩大嘅困局。好似我以前開診所咁啦，咁其實好多病人咧，咁可能有唔同嘅疾病啦，自體免疫疾病或者一啲係身體唔舒服健康咁樣。其實我問啲病人個追蹤翻佢個身體健康嘅問題個源頭喺邊度咧？其實可能問下，咁其實可能都係同壓力有關，同經濟有關呢個好大嘅問題。咁其實大家都知啦，今時今日喺香港或者喺大陸嚟講，咁其實都係面對兩大嘅困局。第一就係健康嘅困局，第二就係一個經濟嘅困局。咁其實或者我翻轉頭，我再帶出兩位我諗係名人啦。咁其實大家都知啦，國父孫中山先生同埋魯迅先生啦。咁其實大家知唔知呢兩位以往好出名嘅名人咧？咁佢個背景係乜嘢？其實佢哋都係醫生嚟嘅，佢哋都讀醫嘅。孫中山先生咧就喺香港大學讀醫嘅，魯迅咧就喺中國嗰度讀醫嘅。咁所以，但係點解佢哋兩位都唔會唔從醫而去做其他嘅事情咧？咁樣，佢因為佢睇到，如果俾醫術或者去解決一啲疾病嘅時候咧，可能更加大嘅事情，可能更加幫到更加多人。咁我就睇到愛健康就係呢樣嘢，正就係可以解決而家呢兩大嘅困局：健康嘅困局、經濟嘅困局。點解？因為大家都知啦，咁其實而家好多疾病咧都係同飲食或者環境污染或者其他問題所產生。其實好多疾病咧，其實唔係冇得解決，而係個解決方法咁或者接觸嘅唔同嘅工具啦咁樣。咁我就正睇到愛健康去捉住咗一個非常現代、更加有效嘅產品，可以幫到好多朋友解決而家現代嘅疾病因為現代嘅疾病可能好多古靈精怪好多健康嘅問題咧，係用翻現代嘅工具，我覺得更加有效而安全，更加係俾到更加多朋友去解決嗰個問題。好啦，第二個就係經濟嘅困局。頭先我講啦，好多家庭，好多一家之主、一家之主因為經濟壓力，你諗下每一個月都要燈油火蠟或者去交租仔女嘅讀書開支各方面。咁但係正就話，如果佢每一個月都係為咗呢啲去擔心因為又唔知幾時失業個工資又唔夠咁你諗下，日頭夜晚夜晚又瞓唔到日頭又冇精神壓力其實呢個就係正令到好多朋友出現咗癌症或者一啲健康嘅問題。其實健康同埋經濟咧係兩者係掛鈎嘅咁你諗下，每一個家庭如果當中有一個出現咗病人，可能一家人都要付出沉重嘅代價、沉重嘅開支去治療呢位屋企人，甚至乎因為個經濟原因令到下一代
嗰個讀書受到障礙，可能呢個仔女可能讀到書㗎，佢係想去一間好啲嘅學校啊，或者係出去讀書啊。咁但係就因為屋企有個病人而去使咗好多錢嘅時候咧，亦都係受到呢個讀唔到讀唔可以更加有好嘅資源去選擇。好啦，調翻轉，亦都係因為健康嘅問題、壓力嘅問題，亦都影響譬如一個社會啦、一個國家啦。如果係個疾病影響咗好多人，冇咗個生產力，亦都係增加咗個醫療開支。其實呢啲亦都係同經濟有關嘅。我相信大家都知啦。咁今時今日喺香港、中國嗰個經濟下滑啦，咁其實好多朋友係面對失業啦，面對經濟嘅問題。我覺得睇到愛健康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或者一個好好嘅平台，一個機制一個環球嘅生意、網上生意嘅全球嘅網上生意，幫到好多人解決經濟嘅問題。咁所以係兩者係相輔相成嘅。你有好嘅健康，就會可以得到一個好好嘅經濟嘅發展，而一個好好嘅經濟發展機會咧，亦都可以解決好多因為經濟所產生壓力各方面嘅出現嘅疾病。咁所以兩者都係互為因果、互為嗰個互動嘅。咁所以我就睇到愛健康真係可以幫到唔同嘅家庭、唔同嘅人咧，係解決呢兩大嘅困局。呢個就係我覺得發展愛健康一個最重要嘅使命感啦，或者一個價值喺呢度，唔係單單我哋個人賺幾多錢賺幾多錢，但係如果可以幫到成個社會可以解決呢兩大嘅困局嘅時候咧，我覺得愛健康就係一個非常有價值可以發展嘅一個生意、一個平台、一間公司啦。好啊。咁啊，分享到呢度先，交翻個好，咪俾我多謝做咧。阿 Tommy 咁高價值嘅輸出啦，真係啊！喺呢幾年間裏面咧，疫情裏面係咪啊？真係好多人咧都個健康面對咗健康健康真係好重要，冇咗健康真係你有幾多財富都使唔到。但係當你有健康嘅時候咧，好多機會咧你都可以把握，而且透過呢個咁我哋一系列嘅產品公司咧，亦都係帶俾好多人一個事業嘅機會。透過愛健康，亦都真係好多朋友咧喺度咧改變命運，好嘛？咁好多謝阿 Andy、阿 Tommy 嘅高價值嘅輸出。咁嚟緊咧，亦都好想咧邀請咧另一位咧超重力嘅超級嘅嘉賓我都好好奇咁其實咧，我想訪問下我哋嘅超級嘉賓千人大將軍Rex。其實咧，而家咧講緊AI 大健康 AI 嘅年代咁你都係屬於係 AI 界嘅啦。咁同我哋愛健康公司、愛健康呢個項目事業有咩關聯咧？咁交俾你睇下你個睇法係點樣，好嗎？唔該，交俾阿 Rex。好多謝。今日聽咗阿 Andy 嘅分享，聽咗 Tommy 嘅分享，我覺得真係好大得着用唔同嘅方面去睇同一件事情。我當初我睇愛健康，我自己有咩優勢咧？咁我自己一個 IT 人啦，咁我對於網上嘅操作我會比人叻啲啦。我做呢個 PowerPoint 會比人好啦，我可以剪片做影片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喺呢方面我係一個優勢嚟。咁我覺得做落係幾好，但係一樣嘢，我啱啱開始睇住整個電腦嘅發展。咁電腦發展其實我覺得已經去到未喺 AI 正式開始之前，我覺得電腦已經去到一個慢慢可以去取代好多人嘅工作嗰陣時，我覺得唔得噶咯，一定要揾一個我唔需要俾人取代嘅事業。因為如果我打工，其實好容易俾人炒，尤其去到我哋呢個年紀，其實俾人炒嘅機會好大。如果俾人炒，我啱啱要講一個新聞俾大家聽下。美國有間科技公司，咁科技公司佢裏邊本身有1萬人嘅，咁好大部分都係程序員。呢班程序員咧創造咗一個程序咧，就可以喺內部做程序做得好好嘅。完成咗之後咧，個老闆就決定啦，一次過炒咗4000人。
其實會睇到而家成個 AI 或者已經係取代得好緊要。咁而家對我嚟講，我其實問題發生喺邊度咧？原來 PowerPoint 唔需要自己做，AI 可以做，影片都可以 AI 做，人都係可以錄咗個樣做個 AI 就可以代替我做正式去做一個影片出嚟。其實 AI 行得太快太快，所以好感恩喺10幾年前我開始正式決定真係要正式去轉型，唔係嘅話，當年我繼續做住電腦嘅話，我一定俾人淘汰咗。好多人已經俾人淘汰，好茫茫然唔知我可以發展到乜，點樣去行落去係嘛？所以好感恩愛健康俾咗一個機會，我哋可以唔需要俾淘汰。如果自己開公司，重大件事情，轉變好快，壓力好大，尤其喺香港資金好重係嘛？其實好難去創業嘅做呢樣嘢嘅。咁另外我睇到 AI 嘅發展對我哋愛健康有咩好處？第一，我哋整個公司嘅後台各方面可以做得更加快啦，因為本身公司嘅實力好雄厚啊。咁最近亦都我相信我想分享嘅就係馬斯克，即係 Tesla 個老闆，佢啱啱最近前幾日有個訪談。咁佢訪談其實有幾點，我覺得好值得去同大家去分享。咁大家注意呢件事情，就係佢話未來我哋人類我哋得翻2000日嘅機會，即係得翻5年嘅機會。佢話佢點解佢又唔係世界末日嘅？佢話其實5年之後，其實已經 AI 已經可以基本上代替晒我哋做嘢，無論我哋嘅智慧啊，無論因為佢話3年之後 AI 已經代替我哋人去諗嘢。5年之後，其實所有機械人出晒嚟，已經可以代替我哋工作。佢話5年之後，其實人嘅物質可以好豐盛，我哋人人都好富有，人人都可以過一個好好嘅生活。不過，我哋有冇真係錢喺身呢？我哋有錢先可以有豐盛嘅生活係嘛？我哋可以請好多機械人去幫助我哋去做嘢，家庭係嘛？但係我哋咪需要錢。但係同時間佢都講一樣嘢，最快淘汰嘅係咩人呢？白領人士醫生律師啊，所以 Tommy 啱嘅，你唔係繼續做治療法醫生係嘛？我相信一個 AI 好快可以代替好多醫生、律師，好多白領，尤其計數嘅人，佢係會好快被淘汰。第二波就係藍領，唔會淘汰嘅係乜嘢咧？就係我哋組織行銷一類，我哋係有人與人嘅聯繫啊，所以我覺得我哋係選啱行業啊，啱唔啱啊？我哋係可以借助呢個機會 AI 呢個淘汰好多人，我哋同時間可以享受呢個紅利，絕對係一個大機會嚟嘅。對於我哋愛健康，第一，頭先 Tommy 講啦，健康係好重要；第二，我哋嘅機遇都好重要。當社會一個大變動嘅話，好多人都需要揾機會嗰陣時，愛健康正正一個好機會，唔會被 AI 去淘汰，係咪？AI 係未來必須嘅嘢嚟嘅，大家相信都係要做，係我哋點樣去借力 AI，我哋可以做好多影片啦，可以做分析啦，去各方面讓我哋可以更快將我哋整個組織做得更加大。我哋借力 AI，借力愛健康，借力咁好嘅產品，讓我哋可以快速幫助更多人。未來3年至5年，一個我哋所有人身邊嘅人好關鍵嘅日子嚟嘅。我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講俾你聽，未來2000有一個好關鍵嘅日子。如果我哋能夠可以好好喺愛健康創造咗我哋一個無限嘅財富，20年、30年、50年都源源不絕嘅財富嘅話，我哋可以享受整個世界帶嚟嘅豐盛、物質嘅豐盛、各方面嘅豐盛。但係如果我哋身邊嘅朋友冇好掌握一個好嘅機遇嘅話，未來如何要好好諗下，好嘛？所以我睇到一樣就係 AI 帶嚟嘅衝擊係會為愛健康帶嚟一個非常之好嘅發展前景嚟嘅。好嘛？我暫時分享到呢度，我將時間交翻俾阿Joanne先。哇 Rex 嘅見解都係我同我哥真係，我都有咁嘅同感。
係啊，因為AI 嚟嘅時候，我哋係擋都擋唔住。但係有一樣咧係歷久不衰嘅，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連結，係嘛？心連心。當 AI 嚟臨，而家新聞都有講啦，好多小朋友因為長期同手機溝通，就算係而家有埋咩豆包啊、DeepSeek，淨係同電話溝通，開始點啊？開始引申咗啲咩啊？有啲情緒病。但係咧喺愛健康嘅朋友裏面咧，因為身體又越嚟越健康啦，因為我哋有高端啦、最剛需嘅產品啦，又有一班好好嘅志同道合、正能量嘅朋友，成日匯聚一齊啦，互相鼓勵、互相支持啦。亦都有我哋一個咁好嘅巴米愛嘅系統，可以自我增值。只要每朝你上線7點鐘喺度叉電，最新嘅信息、最好嘅正能量，係嘛？如果呢段時間可能唔得閒嘅時候咧，我哋有個回聽，所以喺呢度咧可以咧每日自己去叉電每日自己去重新與時並進而且咧喺呢度咧可以咧自己建立，唔需要你嘅學歷，唔需要你嘅背景，你都要喺呢度一步一腳印，由零開始建立你個管道嘅收入。至於個管道收入有幾大咧，就視乎於你自己咧擺幾多時間啦，擺幾多心機啦，幾認真啦咁唔係自己一個做，我哋係同心同行一齊行過嚟。我哋都係都由一個開始，有一班人，有個系統，有間咁實力嘅公司，一步一腳印咁樣行出嚟。今日可能今日你先參加，但係我話俾你聽，喺愛健康，你今日先參加，你都可以超越我哋線上4位嘅朋友，包括你嘅健康、你嘅人脈、你個管道收入，好唔好啊？咁喺愛健康咧，係真係被祝福，係嘛？希望咧，大家咧把握呢一個機會擁有你嚟緊嘅精彩嘅人生祝大家咧身體健康、財富自由、靈魂興盛。咁或者我哋今日我哋4位嘅朋友咧，我哋一齊都做個碰碰碰嘅姿勢祝福天下，好似我哋開筆 pen 咁祝福天下，碰碰碰，無限碰，冇封頂，好嘛？唔該大家幫你影一張相 ，OK， 好。咁我哋好OK， 咁多謝今日每位朋友上線，希望你哋得着滿滿，希望每一次都會見到大家。好，多謝大家。好， OK，拜拜拜。拜拜。